個，咁佢哋咧就唔係任揀啊，11點鐘就有㗎啦。今日可用早茶特惠雙人餐，有啲咩咧？沙姜撈羊肉啦，艇仔粥、九肚乳春卷、蘿蔔糕、缽仔蘿蔔糕啊，睇住係同埋菜咯，蔬菜咯。咁啊，我哋咧點咗呢個嘅，佢呢個係8點鐘開始就有得用㗎啦。部分日期不可用，有艇仔粥啦、鳳爪啦、葱菜牛肉腸粉啦、生椰拿鐵包啦、艾果同埋金牌羊奶布甸，咁啊有3位茶位㗎啦，已經係幾好啊！咁啊不可用時間咧就係5月11號同埋5月30號。咁今日咧係5月10號嚟嘅，即是話咧呢個套餐母親節當日不能用咯。我哋今日知道㗎，係啊，我之後買之前我望咗一眼。咁啊，甚至乎午餐都有嘅，燒鵝啊，各種啊，咁啊300蚊。先頭我哋嗰個餐咧就係133，咁啊因為我有會員嗰啲積分啊，成日喺美團用買嘢訂酒店咧，咁啊又減咗幾蚊雞啦，似乎仲有特價添。不過今日應該冇，我都有喎。點心2選1喎，今日係星期6，又有鳳爪同埋豆沙鍋餅。9蚊9，點解唔可以叫埋咧？叫埋呢個豆沙鍋餅，今晚我食都得嘅啫。